揾 AI 工具，90% 嘅老闆都犯咗同一個致命錯誤。AI 工具揀錯，唔係嘥錢，係直接毀項目。大部分老闆揀 AI 都係咁問：功能多唔多啊？價錢幾多啊？IT 話搞得掂咪得啦嘛。但係 AI 工具真正重要嘅，唔係功能多強，唔係放落流程度就當搞掂，而係未來幾年邊個幫你守住你嘅知識資產。我見過太多企業培訓做咗，教材做咗，流程寫晒，但係一去到真實場景，員工就講唔出，用唔到，做唔到。點解會咁？頂級銷售嗰套簽單話術，佢一個人識。老師傅點判斷客戶寫唔落 SOP？ 培訓員個個都話明晒，但客戶一問又答唔出。呢啲就係知識喺線下不停流失，經驗喺線上不斷蒸發。我哋有個客戶，佢啲加盟商上完培訓，理論背得好熟，但係一下場對客就即刻熄機。最關鍵係佢哋唔識將產品知識同客戶實際嘅痛點連起嚟。而我哋嘅做法就係陪住客戶，將個老中醫幾十年嘅思考流程變成一個 AI 智能銷售教練。咁前線加盟商對住客戶，隨時拎部手機問一句，客戶話成日好大壓力，好虛，失眠，點推介啊？ AI 教練唔會丟篇論文俾你，佢會即時講一段好似老中醫親口講嘅銷售話術。到咗呢一步，佢哋賣嘅就唔再係一包茶，係一個有老中醫背書嘅完整解決方案。對老闆嚟講，你係將最寶貴嘅專家經驗變成一個可以無限複製、全年無休、每日24小時都幫你賣嘢嘅 Sales Assistant。呢個就係知識資產化嘅最大威力。你幻想下，如果你公司每個新人一返工就自動有公司最叻嗰位喺佢隔離手把手教，你話呢間公司點會唔飛升？所以我成日講 AI 揀啱，佢係你嘅 silent partner；揀錯，佢就係一個燒錢嘅黑洞。如果你想知你公司啱用邊款 AI 工具，喺評論區留個 AI， 我會私信你。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對你有啟發，歡迎你點讚、訂閱、轉發，我會繼續同你分享 AI 點樣喺真實商業入邊落地，真正幫到生意。